你有冇想象過美國海軍喺水深數千米嘅大洋中央舉行海葬係咩畫面啊？海葬儀式開始嗰刻，甲板上全體士兵低頭默哀，水兵將棺材送入海中，7名士兵組成槍隊，朝天齊射21發子彈，小號手喺海風中吹響熄燈號。咁大陣仗，你估士兵家屬要花幾多錢？答案係0元。不過同時呢度有一個反常識地方，就係接受海葬嘅士兵家屬唔可以上船。點解會咁？每年大約有1500名美國老兵會選擇海葬作為佢哋最後歸宿。咁究竟邊啲人先有資格享受呢種待遇？接落嚟一齊走上航空母艦，了解美國海軍海葬嘅全部真相。大家不妨先估一估，點解會有海葬？其實海葬嘅歷史幾乎同人類航海史一樣古老。喺古代，包括維京人同早期歐洲航海家，海葬主要出於衛生同實用考慮。喺冇冷藏設備嘅風帆時代，一旦船員喺漫長航程中病死或戰死，為咗防止瘟疫喺狹窄甲板下蔓延，船員必須迅速處理遺體。早期英國皇家海軍同美國海軍嘅傳統做法係將逝去水手縫入佢生前瞓過嘅帆布吊床中。仲有一個聽落有啲嚇人嘅冷知識，通常負責縫合嘅帆布匠會喺水手臂位落下最後一針，呢個係迷信，亦係為咗確認佢真係已經死亡。隨後喺吊床腳部綁上2枚沉重加農炮彈，伴隨簡短祈禱遺體就被滑入海中。到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海葬喺太平洋戰場變得極其普遍。喺激烈海戰，例如中途島海戰、萊特灣海戰等受損軍艦無法保存大量陣亡將士，遺體現場海葬成為悲痛而必要嘅選擇。然而隨住現代製冷技術發展同航空運輸普及，如今喺戰鬥中陣亡嘅士兵遺體通常都會被送返美國本土。因此現代美國海軍海葬已經由戰時必須嘅生存手段演變成和平時期退伍軍人主動選擇嘅至高榮譽。佢唔再係匆忙告別，而係一場經過數月籌備、精準到秒嘅莊嚴儀式。問題嚟啦，係咪任何人都可以申請讓軍艦送自己最後一程？絕對唔係，呢係門檻極高嘅專屬兄弟會。根據美國海軍同埋國防部規定，只有以下4類人有資格申請由美國海軍艦艇執行海葬。第一類係現役軍人，即係喺服役期間逝世嘅美國武裝部隊成員。第二類係光榮退伍嘅老兵，重點係必須係光榮退伍。如果你係犯事被開除，絕對唔得。不論你係海軍、海軍陸戰隊、陸軍定空軍，只要光榮退伍，海軍都願意接你上船。呢體現咗美國軍方致敬先烈時最高層次嘅跨軍種團結。第三類係軍事海運司令部嘅平民海員，即係喺海軍輔助船隻上服役嘅美國文職海員。最後一類非常特殊符合條件嘅家屬亦可以申請海葬。冇錯，老兵配偶同符合條件嘅子女都可以申請。呢項規定非常有人情味，確保軍人家庭即使死後都能喺深海團聚。有條件申請海葬之後，具體流程係點？而家假設一位老兵符合條件，佢嘅家屬撥通海軍傷亡援助部門24小時專線號碼係833-330-6622，呢個號碼永遠唔會佔線。接落嚟會發生咩事？一旦家屬撥通電話，龐大而精密嘅軍事後勤機器就開始運轉。海軍5個主要港口負責處理所有海葬，請求佢哋構成美國海軍嘅地理支柱。東海岸弗吉尼亞州嘅諾福克同埋佛羅里達州嘅傑克遜維爾，西海岸加利福尼亞州嘅聖地亞哥同埋華盛頓州嘅布雷默頓，仲有太平洋腹地夏威夷嘅檀香山。每個港口都配有專門嘅死者事務協調員。然而呢個過程最大特點就係等待時間漫長。平均嚟講，家屬需要等12到18個月遺體或者骨灰先能夠最終入海。點解要等咁耐？因為海軍唔會為咗葬禮專門派一艘造價幾十億美元嘅軍艦出海。海葬儀式會整合入艦艇正常作戰部署，船隻必須到達合適水域，遇上合適天氣，並喺唔影響軍事任務嘅前提下進行。呢就引出現代海葬入邊最令普通人難明嘅一點，就係家屬唔准登艦參加儀式。出於軍事行動安全考慮，軍艦部署時間同航線都係國家機密，家屬無法提前知道船隻幾時出港、駛向邊度。不過海軍嘅邏輯係，雖然血親唔在場，但整艘軍艦上幾百甚至幾千名水兵喺呢一刻就成為逝者嘅代理家人。佢哋對待呢位前輩遺體，就如同對待自己生死與共嘅戰友。了解完基本流程後，而家要面對一個好重要問題：美國海軍執行海葬時，
受制於美國環境保護署極嚴格嘅海洋傾倒法以及聯邦法規規定，呢啲法律唔單止保護海洋，亦決定海葬嘅物質形態。現時每年1500宗海葬入邊，絕大多數都係骨灰海葬。根據最新環保法，家屬提供嘅骨灰盒必須係100%可生物降解，所有塑膠製品難以降解嘅合成材料都被嚴格禁止。喺儀式上，軍官可以選擇打開骨灰盒，讓骨灰隨風浪散落，亦可以將環保骨灰盒直接沉入海中。海軍態度非常明確，呢啲老兵生前保衛呢片海洋，死後我哋亦絕不容許佢哋成為海洋污染源。但最震撼嘅，除咗骨灰海葬，每年大約仲有15到20次全屍靈柩海葬，其準備工作堪稱複雜工程挑戰，需要殯儀館同海軍緊密配合。如果要將一副棺材沉入海底，你覺得最怕發生咩事？冇錯，最怕佢沉落去，或者沉到一半，又因水壓爆裂浮翻上嚟。呢種事，家屬同海軍都無法接受。為咗確保萬無一失，海軍有極其嚴苛嘅規定。根據規定，完整靈柩必須喺距離任何陸地至少3海里、水深至少600英尺嘅海域下葬。喺某啲洋流強烈嘅特殊海域，法律要求水深必須達到1800英尺。殯儀館必須喺棺材上鑽出整整20個直徑，至少2英寸嘅洞。呢絕對唔係亂鑽。頂部8個，底部8個，頭部2個，腳部2個。呢啲孔洞作用係確保海水能迅速湧入棺內，排出空氣，令靈柩滑出甲板後即刻垂直快速下沉，防止佢漂浮喺海面或者被沖刷上岸。但係人有浮力，木頭亦有浮力，所以棺材入邊必須塞入沙袋或者混凝土，令整體重量至少達到300磅，而且絕對禁止使用鉛塊配重。因為重金屬會毒害海洋入邊嘅底棲生物。為咗防止喺數千英尺下沉過程中，巨大水壓將棺木壓爆，導致遺體彈出，棺木外必須用至少6條高強度尼龍帶或者鋼帶緊緊纏繞捆綁。透過呢啲近乎苛刻嘅工程同環保標準，呢啲退伍軍人唔單止生前保衛國家，死後亦化作保護海洋生態嘅衛士。隨住時間推移，呢啲深海棺木會成為人工魚礁。珊瑚同深海魚類會喺周圍繁衍生息。而家讓我哋將視覺切返到嗰艘停喺海面上嘅軍艦。天氣晴朗，海風吹拂。當艦艇航行至合規經緯度且海況平穩，艦長會下令停船或保持最低航速，全艦進入肅穆狀態。甲板上除咗維持艦艇運作嘅值班人員，所有水兵換上筆挺軍裝。軍官喺左臂佩戴黑色袖章。此時，海葬儀式分成2個緊密相連部分。第一階段係信仰與靈魂嘅撫慰。海軍嘅包容性喺呢一刻體現得淋漓盡致。無論逝者生前係基督教徒、猶太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定係無神論者，海軍牧師都會按其信仰準備經文同祈禱詞。如果艦上冇牧師，艦長或者指定軍官會親自主持。當牧師低聲祈禱時，全體水兵保持稍息，低頭默哀。呢度冇軍銜高低，只有對生命嘅絕對敬畏，對自由靈魂嘅最高敬意。第二階段係冷峻嘅軍事榮譽，亦係整個海葬儀式嘅高潮。7名水手組成鳴槍致敬小隊，由1名軍事長帶領，一口覆蓋住嶄新美國國旗嘅靈柩被安放喺一塊特製傾斜木板上。根據軍隊條例，代表聯邦嘅藍色星區必須精準放喺逝者頭部同埋左肩上方。呢係硬性規定，一寸都唔可以錯。指揮官一聲清脆嘅儀仗隊舉槍致敬，所有水手瞬間立正敬禮。牧師念出最後嘅下葬祈禱詞，將軀體交還汪洋。又喺呢一瞬間，抬靈柩嘅水手微微抬高木板，靈柩喺重力作用下，從國旗下方平穩滑出，墜入白色浪花中。呢度有個極重要細節，國旗絕唔可以觸碰甲板，更唔可以跌入海中。水兵會即刻揸住國旗，再喺2至3分鐘內截成完美三角形。緊接住7名步槍手朝天開槍。呢度可能有朋友會問，呢係咪就係傳說中嘅21響禮炮？其實唔係，21響禮炮係為國家元首準備。海葬現場呢種叫三發齊射，7個人同時開槍，連開3次，總共21發子彈，刺耳槍聲似驚雷一樣劈開海風，像指責任、榮譽同國家。槍聲散去，一名真正嘅號手喺海風中吹響熄燈號。
呢首源自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嘅淒美曲調，當最後一個音符消散海面，就宣告呢位老兵嘅巡航正式結束。儀式結束之後，海軍對家屬嘅關懷先啱啱進入高潮。海軍規定極嚴，儀式完成後10日內，艦艇指揮官必須親自坐低，用紙筆俾老兵家屬寫一封親筆簽名正式信函。呢唔係一封敷衍嘅官樣文章，而係詳細描述當日海況、天氣、全體船員點樣列隊、陽光點樣灑喺海面上嘅私人信件。最核心嘅係，艦長會喺信入邊附上一個精確到秒嘅經緯度坐標，以及下葬嘅具體日期同時間。隨信寄俾家屬嘅，仲有現場錄製嘅高清影片、相片，嗰面蓋喺靈柩上嘅國旗，以及標注沉沒地點嘅詳細海圖。對失去親人嘅家屬嚟講，冇固定墓碑往往令人失落。然而，海葬帶嚟嘅係另一種完全唔同嘅心理慰藉。座標成為家庭思念寄託。喺陣亡將士紀念日或逝者忌辰，好多家庭會租船開到大洋深處，帶住 GPS 導航設備，駛向精確座標，喺海面投下可降解花圈。從心理學角度睇，海洋浩瀚俾生者一種逝者已獲絕對自由嘅宏大敘事感，與擠迫封閉嘅陸地公墓形成鮮明對比。雖然絕大多數接受海葬嘅人都係普通水兵同埋軍官，但亦有一啲名垂青史嘅偉人選擇咗呢條路。最著名嘅絕對係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喺月球留下腳印嘅男人尼爾·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生前係一名優秀海軍戰鬥機飛行員。2012年佢去世後，冇去著名阿靈頓國家公墓，而係選擇回歸大海。美國海軍派出菲律賓海號導彈巡洋艦喺大西洋為佢舉行極隆重骨灰海葬。由星辰到深海，呢大概係人類能夠諗到最浪漫嘅歸宿。另一個極特殊海葬案例係2011年嘅本拉登。雖然佢唔係美國軍人，但為防止佢個陸地墓地成為恐怖分子朝聖地，美國政府利用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喺北阿拉伯海對佢進行海葬，期間嚴格遵守伊斯蘭教葬禮規範。呢從側面反映美國海軍執行海上遺體處理嘅時候嘅專業性同遵守宗教戒律嘅嚴謹度。最後，我哋講一個現實問題：咁大陣仗，家屬到底要花幾多錢？喺美國現代社會，平時辦場體面葬禮，輕鬆就要過萬美元。不過，如果老兵選擇海葬，海軍提供嘅所有服務，包括國旗、證書、艦隊協調、全艦儀式，甚至打出去嘅子彈，全部係零元免費。家屬唯一需要出嘅錢就係揾殯儀館處理遺體，並將遺體運到海軍基地港口嘅交通費。呢可以話係美軍絕不拋棄任何人呢句口號喺現實財務上最硬核嘅體現。當技術不斷進步，高解像攝影機記錄更清晰嘅告別瞬間，全球定位系統將安息之地鎖定喺幾英尺誤差內，海葬呢項古老傳統不但冇消亡，反而被越嚟越多年輕退伍軍人接受。佢超越生同死嘅界線，將陸地悲傷化作海洋寬廣。嗰啲只有18、19歲嘅現役水兵喺甲板上向幾十年前服役嘅老兵敬禮時，佢哋見到嘅唔單係死亡，更係精神傳承。下次當你喺電視上再次見到海軍戰艦時，可以想象一下，喺厚重鋼鐵甲板之下，或者正承載住一位老兵。整艘軍艦此刻唔單止係戰爭機器，更係佢靈魂嘅護衛艦，正護送佢前往深藍色嘅安息之地。